大家好，我係花生仔，歡迎返嚟今日嘅樓市快報啊！我每日都會同大家一齊睇下香港磚頭嘅故仔，學樓市 KOL 話齋，樓市一定會反彈，不過冇所謂啦，信者得救，唔信咪繼續住樓下公園咯。大家準備好未啊？今日個樓市真係好似精神分裂咁，一時話見底回升，一時又話蝕陽蝕到入獄。有大行嘅專家出嚟派定心丸，話樓價會平穩，但係轉個頭呢，啲甲級寫字樓呢就吉到可以喺入邊踢波。究竟個市係龍定係蛇？我哋一齊睇下。首先，瑞銀班分析師又出嚟指點江山啦。佢哋預測2025年香港住宅樓價會持平，即係唔升唔跌，大家可以繼續安心供樓。到2026年呢，仲可能有0%至5%嘅輕微升幅添，聽落係咪好鼓舞呢？長期嚟講，仲話可能開啟4至5年嘅上升週期。哇！聽到呢度，啲 AA 係咪已經準備開香檳慶祝？不過你睇真呢份報告，佢哋講到寫字樓呢個語氣就完全唔同啦。佢哋話寫字樓租金今明兩年要繼續跌，跌到2026年底先有望企穩。哇！一面話住宅店，一面話寫字樓搏格仔，究竟香港個經濟係點㗎？講開寫字樓呢，就真係有一單超級花生啦！根據 CBRE 嘅數據呢，香港甲級寫字樓嘅空置率高達17%，九龍東呢更加係重災區啦，去到23.7%，即係差唔多4間雞一間。喺咁嘅環境下，有啲大公司就諗計仔啦。華爾街巨頭摩根大通傳聞話要走佬，唔係走佬出香港，係走佬出中環。佢哋打算成間公司搬去西九龍，租晒新地成個藝術廣場大樓項目，足足67萬尺嘅樓面。如果成事，就係香港有史以嚟最大單嘅商業租賃交易。你話班中環業主，例如香港置地，聽到呢個消息，個心會唔會嚟一嚟？以前個個爭住插旗中環，覺得係身份象徵，而家就連大銀行都嫌貴，寧願搬去新興商業區。呢個係咪就係所謂嘅由治及興新常態？當核心區都唔再係必然嘅核心，咁邊度先係呢個舉動？對中環嘅租金肯定係雪上加霜。好，講完寫字樓，我哋翻嚟睇下住宅市場呢邊嘅故仔就更加精彩，簡直係一個香港兩個世界。首先，我哋睇下邊啲人仲喺度掃貨。根據中原地產報告，用普通話拼音登記嘅買家入市越嚟越活躍。單單第三季，佢哋就用咗成380億港元掃貨，平均每單成交價超過1000萬，全年宗數仲好可能突破1.2萬宗，創歷史新高。睇嚟香港對專才同高才嚟講，吸引力依然爆燈。尤其係啟德區，簡直變咗佢哋嘅後花園，有強勁購買力支持，自然有啲地方樓價硬淨。就好似元朗錦台花園，最近有間洋房以1780萬成交，尺價去到17,000，創咗屋苑近期新高。原業主揸咗大約3年貨，帳面仲賺咗180萬。睇到呢啲新聞，啲樓市 KOL 係咪又要出嚟大叫樓市已經轉勢，小陽春嚟啦？不過呢，大家唔好開心得太早嘅。鏡頭一轉呢，我哋去到上水嗰度有個盤，有個花名叫蝕陽之城，就係天沃。最近有間洋房以1850萬賣出，業主揸咗4年，帳面唔見咗150萬。呢個盤出名蝕錢啊，有啲單位揸足15年咧，蝕成千萬啊，仲慘過買股票啊。所以話同樣係買洋房啊，一個喺元朗賺錢，一個喺上水蝕錢，一個天堂，一個地獄。你話樓市究竟係升緊定跌緊？真係好似薛丁格隻貓咁，唔打開個盒都唔知佢係生定死。咁所以你話瑞銀個預測話樓價持平，可能就係咁解。有人賺180萬，有人蝕150萬，拉上補下，咪就係持平咯。有內地專才用1000萬買啟德。亦都有本地業主喺天沃含淚斬纜，個市場根本就係精神分裂。究竟信邊個好？信專家、信數據，定係信自己個荷包？可能呢個就係而家香港樓市最真實嘅寫照。今日花生仔就講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。唔好意思留言分享你嘅樓市睇法。
或者想我哋下一集講啲乜，下次再見。